到面后面的黄文兴、郑婉婷为了唱歌个欢喜。我们就邀请观众上来借位。借位很简单，其实就是这样。例如，只是借位而已，你干嘛一直吞口水？超级剧场看六大戏者港台表演季。这款查某的讲话，你也相信？伊是你的小阿姨，是恁妈妈的妹妹，不是恁阿爸细姨。我唔相信，你是在骗我对不？最近天下女人心啦吼，是，哦，舞甲真忝吼，黄一成吼，哎对哦，黄一成，最近甲迄个面子，迄是真诶假的？我他妈咧，阮这款型的拢无迄个戏呢，迄拢假啊，迄一世人拢吞水烂尔尔。是安怎你甲伊就是假，我甲你拢是真的。我好白讲，有人声音啊吼。欢迎黄文兴。一阵凉风掀起波涛，爱惜形影轻步，顺节如风。敲下震动的大鼓鼓，天地万物该念道。起舞所的形状，正是草原无日风风，一世回响。中央为领袖，也为归岛。双手挥刀，我干戈，讲我不为上，577年富强七强，潇洒东莞武所来做，安保双家为着，受你之恩，为情中超情天下龙。失败会快乐，打天归怪，向阳不归路，为输好绝世英雄。好，无公平，安怎伊？无公平，安怎伊？生甲遐尼缘投，唱歌遮尼好听，生甲遮尼凊彩，唱歌遐尼凊彩，无公平。但是我今仔日甲后面的排在你边仔，算是你的福气。安尼吗？你经过我引导，我算扣着就对了。谢谢。后面呢？那我唔敢徛在黄文兴的边仔，我袂笑的。安尼你徛遐算你的不幸，是我的英雄。但是你徛咧远庭边仔，你嘛无好看到去啊。无要紧啊，是爸爸。对，这阮查某囝无要紧。系啊。8点动阮查某囝。哦，安尼，我想过去新闻当中所写的，电脑拢是你的小妹甲你的查某囝出代志。当然。喂，迄个引导。哎，峰哥，你讲我咧叫你哦。我这个无人敢赢啊！阮无人敢赢，阮都无人敢赢啊！引导你甲人家问好者。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最近天下女人心啦吼。是。哦，舞甲真忝吼。对哦，多无聊，来到这录音。有影。哎，就即摆才落雪，要搁等去舞。报名2点，舞到明仔透早10点。但是你算好啦，黄一成吼。哎对哦，黄一成。最近甲迄个念慈。哎，迄是真诶假的？我讲咧，阮这款型的拢无迄个戏呢。迄拢假啊！迄一世人拢吞水烂尔尔。是安怎你甲伊就是假，我甲你拢是真的呢。喂，我好白讲。有人声音啊吼。哎，讲真个，感觉安？大家想要听？赞无？感觉安怎？赞无？就是无啥物感觉，没有啦。迄边仔有人咧看，迄那有可能对无？看伊啊，你当作。哎，我两翕的都无差。我你足敢讲诶，我其实吼你讲吼，迄个有感觉无？迄人斗阵吼，你若面都拄我来，恁两个是有感情诶，迄面就小可麻麻。比如讲，一点仔感觉都无。安尼啦，恁两有演过亲热戏无？有啊，有啦，有。之前阿爸的愿望。阿爸的愿望有。处理姐。阿妈啦吼，哎，我大家一个福利啦，好不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对，即摆吼，若无超过18岁，先去海边啊，先行行。对，你头前囡仔先等去吼。不啦，事办
上面叫做借位，哎呦，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借位哦我们这次潜水的时候没有这一段。哎，那拍戏哦，那个角度最重要。既然要让观众醒，我们就邀请观众上来借位，这样不是更好？借啊，对不对对？啊对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安利要求一位女孩子好不好？好啊。让黄文欣跟黄文欣借位。有人要有没有自愿的？好来，要姐小姐给手，麻烦你，来，请你去，哎，来，我可以把位借给他呀，借位，借位。来，我们的请让位。你站在那边干什么？好来，哎，来，上面叫做借位。哎，手来扛来，人家知影你上啊。示范了大哥，小姐你叫什么名？何一如，啊，嗨，什么？何一如，啊，怡如，何一航因小妹何一如啦。是吗？文清，哎，你的深情款款的叫人家怡如，然后借位。怡如。好，面对面预备 music play。我老家。你行到边啊啦，你骑啊我边嘛。来一句爱的台词。来，有什么台词啊？爱的台词，爱有感觉。对啊，你要先让他有感觉啊。来，预备。哎，有感觉，你欠我5块，当时要还。喂，我5块当时要还。潇洒波，预备。就是借位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样。看没有？一路经过。一路在闯咯，你是中风呀？我直接借位好不好？好，直接借位。借位很简单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哦。啊，你就叮当一下。对，要头。对。有感觉。就是这样。哎，他好专业哦。一路只是借位而已，你干嘛一直吞口水？让大家都不舒服了。你有男朋友了？就好了没？对吧？等下你也用离。没有，有没有经验？经验什么经验？有没有谢经验？今天晚上没有谢经验。平常时拢看这人在搞笑，今天舞台顶要来正经的，好的戏数大家看。哎呦，来，超级剧场。你是刚来这创啥？我是来做事，你继续做公代志。恁阿姨为着要找你，甲厝里的代志拢甲我讲啊。这款查某会讲话，你也相信？伊是你的小阿姨，是恁妈妈的妹妹，不是恁阿爸细姨。我唔相信，你是在骗我对不？接下来呢，8点档啊，某个另外一个借的东西。哦，嘿，借什么？可以借钱。借啊？崔一。对啊，崔一丢丢啊。我专门在偷钱。黄奕晨，你这条钱若我处理，恁期待我就随个你掠走。哎，真正因有恐怖了，咱来点歌好不？来，峰哥，这有一位足缘投的歌手哥哥哦，你无介足明星的吗？系啊。哎，请问这位哥哥，你叫啥物名？大家好，我是吴兆邦。哎呦，吴兆邦哦，哎呦，来，要点什么歌？点一首这个男人 KTV。5点，这歌足歹唱的啦。那个男人 KTV 有3个版本呢。安尼，有你要多一版呢？对啊。英语版的。英语版的。无啦，台语版的。好，真好讲。台语版的。男人 KTV 台语版的。这大家都知道有国语的嘛？对。然后还有粤语的。广东话。对，那。其实有一个台语的，像唱诶，台语的是我本人唱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唱好哦，我对台语的造诣是非常的深。哎呦，你先来，我先来。老师，盛哥哈，台语版的男人 KTV 版先做好。因为我想去 KTV 心情不好，所以我无唱。虾米啊？来啦，男人 KTV 我想出来，谢谢。无伊听到你消息。心肝头有一阵稀微，想着彼时轰动过你，换来的是你我头点点离开。
想会来紧，失落心情也是无地味。念一首歌，是咱快乐的记忆，藏着心痛的前奏，一阵阵响起。哭出声，不敢予人听，伤心歌唱出阮的心情。 却又唱出我的情节，靠出声，不敢予人听，伤心歌唱出阮的心情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陈奕迅那首歌。 是唱的他自己，靠着想一样，只有寂寞伴走阮的孤单。谢谢男人 KTV， 咋不公平？ 不公平，现在不公平。生下缘投唱歌遐好听，生只普通唱歌就普通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不要客气，我不带客气。我听你讲国语，我有点不舒服。为什么？那我很舒服。喂，所以后面的风看就是好笑啦，哈。哎呀，啊，文星是小生啦，哎呦，啊，婉婷是小董，哎，啊，就是恁三个差不多迄，我感觉怪怪。是安怎？就是讲今嘛，大家拢咧演8点档，哦，啊，若要向要夹到一喙内底，向大步声会起来，你会感觉怪怪。无啦，这个叫伊先转去，这出就好看好看。谢谢您，不客气。搁欠一个查甫的啊？欠一个查某是吧？啊，迄个佑新呐。 哦，佑新哦，佑新你想要演8点档嘛？哦，曹婉珍嘛，喂，方佑新啦，哦，方佑新，人伊今嘛有咧演戏，咱来甲试看卖啊，来再甲介绍你3集好不好？好哟，安尼好。来，方佑新小姐有请。来，好来，你免离啊，开来边间，免离啊，开哦。哦，伊无什么杀伤力。哎，都认识吗？哎，都看过。哦，都看过哈。婉婷。 你好，你好，文清，你好，那边不用认识。对面哥是我小时候我们在跑宣传的时候，他是我们的主持人。哦，对。哦，你还记得这一段吗？小时候就我带的了。你不要讲国语好不好？怪怪的。是你讲国语我不舒服。今摆较严肃。啊好来，平常时拢看这人咧搞笑，今仔舞台顶要来正经的，好的戏数，大家看嘛。哎呦，来，超级剧场。 超级剧场，阿爸牵手山。王文清啊，哎，头家你好。啊，来，薪水有你。头家，今仔唔是发薪水的日子啊，你有啥物提薪水互我？对啦，发薪水是还未够啦，我是咧想讲这餐厅生意安尼这个问题哦，我明仔载开始要改辣妹啊，哦，啊就是讲你明仔载去免来啊，歹势啦，查甫唱歌无人听啦。 哦，歹势。哎，头家，我多了，歹势啦。文心，是你啊？你来这创啥？我下班都要经过家，啊，你过来安哪？我过来做好的啊。什么？ 我头头有听到人讲过了足好的，好，歹势，小姐你开过来。哎，黄先，你已经出世前3个月无互我呢，我今日是要来看讲诶，你到底是有要搁做无？你若无要做吼，你合约吼怎害我？哦，啊你也免赔钱，啊我有房间整理你的，我想要吼做互别人，好无？没有。伊是毋是即摆要甲你讲什么白贼话，搁甲你骗东骗西？ 你有甲伊斗阵无？
我无去，你若无要甲伊斗阵，你甲斗阵较稳，好不好？不你考虑看卖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哦，袂清袂楚啦，好不好？过2天，我就等来找你啊，好不好？麦克，不要听他讲那个有的无的，小心，好不好？看起来你即马过了无啥好，需要我甲你斗相共无？唔免啦，你即马是安怎？你是来咧甲我看笑话是无？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无需要你管。而且咱嘛已经分手啊，你知道？喂，喂，哎，医生啊，我是文心啊。哦，啊，即摆毋是做无闲，啊，做大事业做无闲咯。系啊，我即摆伫一间公司咧做经理，所以较无闲。哦，大经理打电话给我呢，吼，失敬，吼，恭喜啊，做大经理啊嘛，吼，恭喜，啊，要摕钱转来给我呢，啊？哎，喂。文心，你回来哦，啊，你就好诶，来底坐啦。无啦，毋是，我是拄好经过尔。文心，既然你拢回来啊，是安怎无爱回去看你爸爸？你嘛知影伊的时间无多啊。你即摆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敢有需要我甲你讲？你明明就知影你爸爸的身体无好，我知影你足关心伊，嘛足爱伊的。啊，毋过是安怎恁两个人袂当坐落来，好好啊讲好清楚。你哪有关心我？自细汉伊就安逼我读册尔，万项代志拢爱顺伊。伊敢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伊根本无想过。伊若是无要紧你的感受，是安怎会互你伫咧外口过你想要过的生活？迄是因为伊惊我搅了着你两个人生活。好啊啦，文心，回去看恁爸啦。你是有到来这创啥？我是来做生意，继续做戆代志。恁阿姨为着要找你，甲厝里的代志拢甲我讲啊。就这款查某会讲的话，你也相信啊？你毋知伊？伊是你的小阿姨，是恁妈妈的妹妹，毋是恁阿爸的细姨。你咧讲啥？无毋对，恁妈妈就是我阿姊。我跟阮阿姊死煞足侪年啊，真无简单才会当团圆。小林无偌久了后，伊就过身啊。无可能，无可能！我唔相信，你是在骗我对无？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咱的迄个囡仔是谁的？咱迄个囡仔是谁的？迄个囡仔是我的私生子。我阿姊为着要保护我，所以才叫我住伫恁的厝。无可能，无可能！
你在写骗我，你在写骗我对不？因讲的拢事实啊，为着我搁活无偌久啊，我何必来骗你呢？这个钱，你甲厝水的钱纳纳咧，安尼你才有一个完整的家。 昨已经渐渐白，也是悄悄讲咱一切无问题。你是我的天，藏在心内底，毋捌对你讲过。吵闹大声拢是假，由头到尾心内总是一句话。 你是我的地，感谢每项陪带为我抱白眠。天地是咱的一个家，为我你牺牲遐尼多，虽然你毋捌后悔，过去风浪我。 心行过，天地是咱的一个家，为你路坎坷也着飞，感谢你心。